三师，我父3年前都在金山寺行香万业，望求师傅表他出来，爱到爱求下算起。李冲福，he是何人？我父喜汉文，喜汉文，he不猜本事。我父临走之时，明明讲去到金山寺下香万业，乃夫妻恩爱，不能一年相离。望求师傅表他出来，夫妻团圆。柏书成乃老实对你讲，李冲福已经摆在我的名下，他总得离开本事。爱老喜乐，海誓山盟，何以对恩爱夫妻，让好愿是长山。老三师，你黑夜太嘅高兴，此必为本。望求师傅表我父出来，乃夫妻生生世世，为感谢老三师也嘅太恩太柏书成，你晓得痴心梦想，当然以汉文四次下山，表你出来，触犯天条，将会变为犯人。已经乃输了以来不足之命，爱将你束缚。今日你爱见到喜汉文，除非斗了充公。阿姊，唔是老吉公安道，因你xuất任金山寺总随走，有虽然金山寺。神将何在？来了啊！有何法意？叔叔保护今天，捉拿沙妖不得妖误。两